台南市長黃偉綽甲立委陳廷輝啟動採購機，替台南各部際好禮月月抽抽出幸運地主，只要消費50塊，就當得到抽獎號碼，相當受到好評。獎項包括100萬電動車、3C家電以及大房更定好禮，現金獎更是全面升級，吸引大批遊客選擇來到台南過年行春。這個參加抽獎的金額已經高達71億了哈，突破71億了，已經是有史以來哦這個最多的哈。那我們未來還在。而且過年人口。我們來觀光人口也是爆多的，對，我們過年已經超過1300萬人次。數據會講話，2025各部際開跑超過4個月，累積訂閱金額已經突破71億，創下新紀錄。活動嘛將進入尾聲，亞洲獎項將在3月7號來抽出，除了價值100萬的汽車加88萬現金，市長黃偉綽更宣布他價募到8台的。洪嘉騰汽車機車電動機車這是加碼的。到3月1號晚上23點，晚上11點59分59秒以前消費的都有效哦。是你過了3月1號，到了3月2號。以後消費都沒有辦法參加我們的購物節哦。今年購物節除了延續月月抽之外，嘛結合百貨公司、商圈、市場甲夜市啊共同響應，鼓勵民眾今日加區消費，支持在地店家。同時嘛，甲財經企業來合作，提供豐富獎項，讓購物節唔單是抽獎活動，更成為串聯產業甲消費者的重要平台。但係新聞所發報道。